你今晚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8月7日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、33节到43节。以赛亚书55章第1节到第9节。马可福音第8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怜悯。因为主有怜悯之爱，所以伊就想事救恩。因为伊的大疼痛，伊就想事赦罪的恩典。甚至遐个毋捌伊的埃及人，上帝嘛想事因10摆的机会来选择军队。摩西所介绍的上帝，或者是继续挖靠因的偶像。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安尼甲咱讲，上帝真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互因，叫一切相信伊的人，要得到灭亡，反得到永生。以赛亚先知甲这个人讲吼，以色列人讲啦吼，讲上帝要施了怜悯，这甲先知的职责敢有关系？先知通常是宣告上帝的审判，甲怜悯有啥物关呢？事实上，就亲像出来叫10个灾难同款，咱必须爱反倒转来看。嘛，事实上甲咱讲10个怜悯记载的故事。以赛亚书55章第1节到第9节，先知安尼讲：喙干的人来，才有水；无钱的人嘛来买来食，来买酒买面，毋免钱，毋免代价。哪着开费钱买袂食一个面？哪着用劳苦赚的钱买食袂饱的面？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面通食，通享受上主的食面，互恁满足。恁着按耳孔听来就近我，着听恁食的话。我要甲恁立永远的约，互恁得到我永远代笔迄个确实不变的疼。我有指派伊做万国的见证人，做万民的领袖来统治因。你看，你会调集你以前毋捌的国民，毋捌你的国民，拢会总来投靠你。上主你的上帝要促成这个事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要互你受尊重，得到荣耀。着趁上主找会到的时找求伊，趁伊伫身躯边的时求救伊。邪恶的人着弃杀因的道路，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。因着归向上主，伊会怜悯伊；着归向咱的上帝，伊会宽宏赦免因。上主啊，上主讲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，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。天比地较悬，相款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较悬，我的意念嘛比恁的意念较悬。咱真困难明白这种的讲法，就亲像先知书所讲的，上帝意念毋是人的意念。咱若无归向伊、转向伊，要安怎来明白、来了解呢？马可福音第8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记载着耶稣养饲4000人食饱的故事。然后物件剩7人，圣经学家、科学家认为这是在指外邦的福音。上帝的怜悯嘛临到伫外邦7个国家，这是上帝所赏赐怜悯的记号。
马可福音第8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这段经文是安尼记载：过无几日，阁有一大阵群众聚集，因无物件通食。耶稣就叫伊的门徒来甲因讲：我真可怜这阵人，因为因已经甲我做伙3日久，现在无物通食啦。我若互因四散遥遥转去因兜，因会伫路上昏倒，因为有人对真远的所在来。门徒甲伊讲，伫即个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我要去倒位找食物来互因食饱。耶稣就问因讲：恁有偌济饼？因讲7个。耶稣命令群众坐落去涂骹，然后摕7个饼，感谢掰开，摕互门徒去分，因就分互群众。因嘛有几若买细尾鱼啊。耶稣感谢，就叫门徒摕去分，因拢食甲饱，佮捡食剩的屑仔，拢总捡7人，人数约略有4000人。耶稣甲因解散，然后随时甲门徒上船去达玛诺伊已经来，达摩他已经来。这是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疼。伊并无有分犹太人甲外邦人，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，伊拢想是怜悯慈爱，互所有的人，毋是互少数家己掠做失义的人掠定。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，33节到43节。恁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主所救赎的人，伊对敌的手中所救赎的人，对各国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，所接住的拢着安尼讲。伊互江河变做旷野，互水泉变做大色的地。伊互肥地变成做咸地，这拢是因为徛起伫遐的人的罪。伊互旷野变成做水潭，互大地变成做水泉。伊互妖恶的人踮伫遐，互因起座通徛起，佮种做田园栽葡萄，得到丰盛的土产。伊赐福气，互因生团真济，互因的精神无减少，因佮因为压迫、患难、忧苦，人口减少，互人看见。伊互贵族受侮辱，流浪伫荒废无路的所在。毋过伊提拔善者人，互因脱离苦难。互因家族兴旺，亲像羊群遐济，正直的人看见就欢喜，歹人拢踮起无话通讲。机会的人看到主意者的代志，就笑念上主的慈爱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阮会通得到上帝怜悯甲慈爱，领受属天的救恩。求主帮助阮会当谦卑追求真理道路，领受着永远的救恩，嘛互阮会当成做上帝怜悯人、拯救人的同工甲器具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生命求，阿们。